油塘朗燁開咗一座嘅現樓示範單位，如果想知道樓盤嘅資訊，可以睇翻之前嗰條片。我哋睇埋同層嘅兩房戶型。T 室入嚟，長廳，露台就推門㗎啦呢個，同埋有少少鬧嘅型。掃過嚟，個廚房就 L 型嘅曲斜型嘅櫥櫃。空間夠嘅，我覺得接受到咯呢啲，同埋佢白色係好識得揀。陽光灑入嚟，而家就大概2點半鐘，咁曬下太陽好嘅。浴室、主人房，咁裏面衣櫃啦、床啦，由呢度做個簡單嘅書台。感覺上佢用料力，哇！呢條長走廊好浪費啊！個廳好似正，露台位山景靚啊！一個 L 型嘅廚房。佢開放廚真係整得唔差㗎呢啲，同埋佢係做高咗防止水，係呢個位浪到入到嚟士多房啦，可以俾工人姐姐用。呢度就另一間睡房、小朋友房啦。呢啲房裝得起嚟都好咁。浴室有窗嘅 ，good。佢嘅層架好多，呢邊就主人房，佢有個細嘅工作露台啦，有個角窗，成個視野 OK 闊。呢度就冇個窗啦，空間夠大嘅其實。我覺得呢個都 OK 嘅，即係兩房半，俾工人姐姐用係個走廊位頂唔順。同層嘅兩房戶型睇完，如果覺得幫到你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 Louis，我哋下期見，拜。